一二三四一。女人的心肝也有梦，我毋惊得千斤重。这多年把考验，将纯金的志气磨成剑。啊，人生的毋茫，幸福美满，追求的理想，一人一款拢无共。女人也有梦，勇敢前江山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，我是岳云老师，大家好。今仔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是《女人也有梦》，这是林秀琪小姐的新歌啊，作词是蔡香怡，作曲呢是杨采钰。这是一首降一大调4/4拍子的歌曲。同学常常问我，老师降一大调是什么意思啊？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个钢琴上面呢有固定唱评法啊，就参照你去银行借钱要固定的，对不对？固定利率是不变的嘛，所以这里看一下哈，2个黑键啊，它旁边有3个黑键，2个黑键的右边的这个弹下去要唱哆的时候，那这个音呢它的固定唱名法它是一啊，它弹下去它要唱哆啊，那这样就是用一啊这个音来当做哆，那就是一大调啊，就是一大调。那这首歌呢，这首歌是降一大调，就是一要降一个 key 啊，那这个音要当做哆啊，那4/4拍子，1个小节有4拍，速度啊，这是要告诉我们这首歌要唱多高。那这首歌要唱多紧呢？啊，伊要唱1分钟要唱124拍啊，1分钟要唱124拍，所以1分钟才60秒呢，啊，唱124拍哦，比120一秒钟2拍还快一点点，真的啊，所以有点快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进入主题，来唱这个主歌。来，第1拍要停，第2拍呢前半拍停，咪啊停，咪瑞哆啦嗦咪嗦2 3 4 5。来听，咪瑞哆啦嗦咪嗦2 3 4停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女人的人头顶上有一只毛毛虫，所以怎么样？它要转音。女人的，好嘞，心肝也有嗦啊，有呢有2个音，嗦跟咪，嗦的头型上也有一只毛毛虫，也有梦2 3 4停，还有这个五是不是很快啊？一拍1个小节有120，1分钟要唱124拍呢，啊，这一拍还要唱这里3，这里转音，然后后面有半拍，所以你看很快，对不对？呀呜棒，所以这个呜呢，轻要唱轻一点，轻才能快。好，来，我们从头来停。女人的心肝也有梦2 3 4停。好，再一次来，那我们就接着唱后面来。女人的心肝也有梦2 3 4停。呀五棒2 3 4 5，哆啦咪瑞瑞哆，哆啦嗦啦嗦嗦，哆啦咪瑞瑞哆，哆啦嗦啦嗦嗦。这个 up 列的这个呢，瑞哆瑞半拍啊，哆1拍啊，又一个拉，又一个哆啊，来瑞哆哆啊，瑞哆哆，好来。我们从这里来，我唔惊来，哆啦咪瑞瑞哆，哆啦嗦啦嗦嗦，我唔惊得千斤重，压力来，大家念一下，压力哎，这个压要闭口啊，这是个闭口音来，女人的心肝也有梦2 3 4停，我唔惊砸力千斤重停，哆啦啦咪瑞哆，哆啦嗦嗦，哆啦啦咪瑞哆，哆啦嗦嗦，这多年把考验，这多年把考验。好，
接下来呢，这个刚刚口音是嗦，就瑞拉啊哦，更低呢哦，停瑞拉嗦咪瑞哆，瑞拉嗦咪瑞哆。好，来将顺金的志气磨成剑哦，这个志气是金子做的了啊，纯金的了。将顺来听，上顺金的志气磨成剑，将顺金的志气磨成剑，听哆瑞咪咪嗦咪瑞，好。再停哆瑞咪咪嗦咪瑞，再一次来停哆瑞咪咪嗦咪瑞啊！人生的向往是什么？望就是希望了，人生的希望啊，人生的望来要用鼻子对不对？来停人生的望，再一次来停瑞哆瑞，好来停人生的望。好，来接下去哆咪瑞哆，天空美丽的美呢，头上有毛毛虫，天空美满，天空美满，好来了人生的望，幸福美满，啦瑞哆啦嗦哆啦嗦咪咪嗦，啦瑞哆啦，哎。对不起，我把谱拉好来。啦瑞哆啦嗦哆啦嗦咪咪嗦，追求的理想一人一款拢无共，追求的理想一人一款拢无共。哎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，可是一人一款呢，一人一款，一人一种哦，都不一样。好，来来，人生的望，幸福美满，追求的理想，一人一款拢无共。咪瑞哆瑞瑞哆瑞咪哦，这要注意了，脚底下有点的是低的哦，不是高的哦。如林人。如林的林呢？哈，头顶上有毛毛虫怎么样？要转音啊！如林呀，有望；如林呀，有望。哆啦啦，嗦啦，哆啦啦，嗦啦，用滑音带进来，勇敢好。前后面的这个呢要勇敢前江山如林呀，无望呀很低，所以请你空气多一点声音才低得下去。如林呀，无望勇敢前江山，哆瑞咪瑞哆瑞。咪嗦咪瑞哆哆咪瑞哆瑞，停咪嗦咪瑞哆哆，冲破冲半拍后半拍，来。我们从前面如林呀有望来接，如林呀有望，勇敢前江山，冲破难关是很停。我心愿，这个我呢，这个林秀琴呢，这个我呢，他讲唱日文歌曲的这个技巧一样呢，这里有压哎，对，要低一下，冲破难关是很我心愿。咪瑞哆哆心愿来，我们从如林呀有望来，如林呀
有梦。勇敢前江山，冲破难关，实现我心愿。定哦，这个我呢这个哑剧这个我也唱的不好很抱歉。那我想呢，我们大家去欣赏一下林秀琪的演唱，再回来唱。当然了，如果我们压的不好，那你是不是要硬压？当然不用，我刚刚只是错误的示范给大家听呢。来，如果我不会压，那怎么办？如林呀，有梦，勇敢前江山，冲破难关，实现我心愿。顶当然这个溃靠那个气势就没有那么雄伟，但是还是把它唱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。我们这样呢，第一遍就唱完了。接下来呢，间奏8小节，反复从哪里？好，来找一下来。又从最前面啊。所以我们刚才呢，已经逐字逐句的唱了第一遍啊。第二遍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就来唱第二遍啊。第二遍呢唱到这实现我心愿心愿呢这个心愿这个愿这个地方呢1、2、3、4要唱到第4遍唱4遍。那第二遍呢，唱蛙行完之后，高帽子2就要跳这里了，对不对？高帽子，再唱到这边行完后面有4拍，然后就要跳这里呢，间奏11小节，然后谁扭怎么样谁扭我们要接副歌人生的梦好。这个蛇扭呢，总共要唱蛇扭2次，要唱到这我心愿2、3次，来又又一次所以呢，本来都唱2遍半就3遍，对不对因为蛇扭要唱2次，所以呢1、2、3、4就总共有4次。来，第一遍间奏8小节过去了，我们来唱第二遍，然后后面还有第三遍跟第4遍。来，我们从第2遍来听。女人的心肝也有梦来，1、2、3、4、1。女人的心肝也有梦，2、3、4、5。我唔惊得千斤重，这多年把苦咸，将纯金的志气磨成剑。人生的梦尽用悲欢追求的理想，一人一款拢无共。女人也有梦，勇敢前江山，冲破难关，实现我心愿。好。接下来间奏11小节，然后蛇扭来1、2、3、4停人生的梦幸福美满，追求的理想一人一款拢无共。女人也有梦，勇敢前江山，冲破难关，实现我心愿。人生的梦幸福美满，追求的理想一人一款拢无共。女人也有梦，勇敢前江山，冲破难关，实现我心愿。停这样呢，这一首歌呢2遍唱了2遍，然后谁扭呢就是副歌又唱2遍就给大家演唱完毕。这首歌呢，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是林秀琪小姐演唱的《女人也有梦》这首歌真好听还短短呢对不？你看看总共才24、25个小节了结束也唱2遍这个副歌个谁扭个2遍安尼2遍2遍
全部诶吼，主歌加副歌两遍，啊，这个副歌搁两遍，安尼吼，这首歌好听吼，啊，真好听，啊，搁好唱吼。来，大家咱紧来去 YouTube 哈，甲欣赏一下，这个转来练习啊，这个那个学习啊，就感觉这首歌呢吼更上手啊。来，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。今仔日这首《美如林也有梦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